嘅照啊！又係我 Mac Runner，今日就帶大家就由香港島西岸就一直跑到去東岸。其實呢條路就啱啱最近都開放晒㗎啦，亦都係話東岸公園嗰邊，即係東岸板道就全程開放，就唔使再經任何嘅紅綠燈。嚴格嚟講呢，如果由西邊呢度起步嘅話呢，我就覺得就係應該就由我後邊呢一座都唔係咁好嘅呢一座，就叫做域多利亞公眾殮房起步，一直會跑到去筲箕灣船澳嗰邊，大概應該都有可能唔止13K 嘅，到時先再話俾大家聽啦。Anyway， 咁我而家就準備起步啦。咁由呢度域多利亞公眾殮房開始，經過加多利街、海濱長廊，一直就跑過去堅尼地，到時再帶大家欣賞下沿途嘅風景啦。OK， 黑標起步。咁我就會由呢一度多利亞公眾殮房起步，一直跑過去筲箕灣船澳。今日就會有跑來回兩程，跑到船澳之後呢，頭嗰程呢，我就大多數都係拍片㗎啦。翻嚟嗰程會由筲箕灣船澳過翻嚟呢一個域多利亞公眾殮房。咁就會認真少少跑。點解呢？其實今日大早前，今日係1月18號啊，沙灘馬拉松。不過我就冇參與呢個賽事啦。但係嚟緊呢2月啊 February， 我就會有自己嘅 Mac Run 100 miles 嘅 Beyond 嘅挑戰啦，跟住就會3月頭，我會參與一個超級馬拉松嘅比賽，所以而家都要開始練下跑啦。OK， 嚟到網紅打卡聖地堅尼地城新海旁，今日都唔算太多人排隊打卡，仲有呢一個 Arabica Cafe， 亦都係好多人嚟呢度打卡嘅。呢度都幾超下㗎，幾特色嘅呢間咖啡。玻璃外牆，全程沿途最多經過2盞紅綠燈，呢度就係其中第1盞紅綠燈，就過返去海旁嗰邊。我就唔建議跑馬路啦，因為同啲車係成 parallel 咁樣去嘅，同一個方向嘅，會比較危險，所以都係過返紅綠燈先啦。過紅綠燈就小心啲啦，遵守交通規則，綠燈先好過，紅燈就唔好衝啦。嚟到卑路乍灣海濱長廊，今日會經過好幾個海濱長廊嘅，前邊就係以前叫做三角碼頭。嚟到第2盞紅綠燈，不過呢個紅綠燈咧，通常都係綠燈㗎啦。不過其實咧都有啲巧妙喎。其實過少少咧可以 bypass 咗呢個紅綠燈嘅，唔使等嘅。咁完咗啦。咁
日沿途咧已經再沒有紅綠燈嘅啦。進入咗中西區海濱長廊，亦都係叫做嚟到呢度姜濤灣。不過小心啲跑啊！呢度唔好好似我咁挨近個欄杆啊，好易跌落海㗎。嚟到剛剛落成嘅西營盤海濱公園，都係啱啱開嘅呢度，人流比較多啲呢度，新鮮熱鬧啊！就係大家沿途欣賞呢度嘅風景啦。周日呢度都幾寫意下㗎，有啲吊椅可以喺度坐下，又涼爽，對住個海。跟住就會穿過信德中心港澳碼頭裏邊，小心啲啦，有啲車，周不時都有啲旅遊巴嘅。又跑到嚟，我個人覺得呢度係都比較繁忙、人來人往嘅一段港外線碼頭。呢度真係會好多人嘅，小心啲跑啦，唔好撞人啊！香港海事博物館，前面呢一架就係水上的士。嚟到遊客眾多嘅地方。AIA 友邦嘉年華嚟到軍事重地，今日見到有架戰艦泊咗喺呢度，影俾大家睇睇 Happy Share。雖然可能影得唔係咁清楚。港島13公里維港海濱，嚟到隔離添馬公園，我嘅 right hand side、left hand side 就係維港兩岸，影俾大家睇睇。平時都冇咁多人喺度，不過今日係假期時期日，多啲人啦。嚟到呢度金紫荊廣場對出，
下啲觀光船。直升機坪。沿途都有充足嘅飲水機，可以自己淨係飲啦，或者帶個水樽嚟 fill 水啦，或者洗下手、洗個面啦，所以都係唔使帶水樽得㗎啦。呢度就係灣仔碼頭畔主題公園，亦都係寵物共享公園。跑到嚟呢度，前邊見到呢度有架捷吉吉地下鐵路，各式其式嘅活動都會喺度發現到嘅。有黃鴨仔嘅船啦，今日好似冇人撐艇仔喎。鴻興道呢度就係 Cross Harbour Tunnel 嘅入口，我將會就喺呢個香港海底隧道 Cross Harbour Tunnel 上蓋嗰邊穿過。我嘅 left side 亦都係一個遊艇會。好啦，呢度就係海底隧道嘅上蓋啦，我就喺度上面穿過呢個海底隧道，跟住見到警官會所 Police Officers Club。呢度啲遊艇好靚㗎，好有氣勢㗎。嚟到銅鑼灣避風塘，今日都唔係好多船行喺呢度，後邊比較嘈啊！啲姐姐們放假唱歌啊！幾艘舢板仔啦，呢度唔係太多船，夜晚就會多啲嘅，可能出咗海咧。進入咗東岸公園主題區嘅範圍，先去第一個景點啦。其實呢個係隧道口嘅出風位嚟嘅，不過就已經成為景點啦。OK， 打完個 round，跟住就要 left turn。進入咗東岸公園板道，呢度係西段，呢度叫西段，今年年頭開放嘅。
到北角碼頭，呢度仲有好多新鮮嘅海鮮賣。睇下隻蟹幾大隻，有象拔蚌。呢度有渡輪可以去九龍城。呢度都有各式其式嘅活動，有 busking 啦呢度。呢度有嚟緊新春嘅花卉展啦，地下好多花瓣，路面好清晰指示東岸板道東段喺前面。嚟到呢度進入東岸板道嘅東段，今日人流都好多啊！呢段路啱啱起，上年2025年年尾開放嘅，路係要左閃右避嘅，個星期就跑過嚟。要上車嘅。left hand side 就係排隊行嗰條玻璃底嘅路段，進入咗呢個叫做東區文化廣場，即係話差唔多跑完呢一個全程嘅東岸板道東段、西段。離開東岸板道海濱長廊，呢度隔離有車啊，小心啲。嚟到呢度鰂魚涌海濱花園。仲有唔需要3K 就去到達今日單程嘅終點，跟住就會返過去堅尼地城。大家估下跑錯幾多期啊？太古城嘅範圍啦，呢度有架消防船擺咗喺度好多年㗎啦，歡迎入內參觀。佢係叫做葛量洪號 Alexander Graham Exhibition Gallery。嚟到呢度西灣河海濱公園，前面就係西灣河碼頭。西灣河碼頭可以去東陸道啦，有冇記錯就係三家村。呢度就係愛秩序灣海濱花園，亦都係差唔多到終點啦。
呢度將會進入筲箕灣船澳。夜晚呢度就小心啲有狗。當年呢度有好多嘅船廠，而家咧就變成好多嘅車房，全部大部分呢度都係車房。見到狗就收埋啲腳步。仲有一間元興船廠，出邊真係有船整緊喎。好啦，其實你見我收埋晒腳步，就知道已經跑到嚟盡頭啦。由堅尼地城域多利亞公眾殮房跑到過嚟筲箕灣船廠，由西岸跑到嚟東岸，南北唔係南北，係東西兩極。呢度就係 end point 啦。揭曉一下啦，跑咗幾多 K？ 大概有15K 半到，由西面跑到嚟東面。好啦，跑到嚟呢度，今日嘅頭段就到此為止。嚟到呢個筲箕灣嘅船澳，嗱又拍下，又拍下，諗到好嘅地方帶大家周圍去跑下，欣賞下沿途嘅風景啦。好啦，我就唞陣，就一陣間由呢度就會連跑啦，一直就會跑翻過去堅尼地城域多利亞，好難噏喎，域多利亞公眾殮房嗰邊。咁啊，今日嚟呢度15K， 翻到去就30K。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一齊跑啦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，拜拜。